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伯牧师。今天10月4号的在家会族，我们要分享的是在爱里互补。要读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8章1到15节。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我不是想加重你们的负担，来减轻别人的负担。既然你们现在富足，就应该帮助那些贫穷的。到了他们富足而你们有需要的时候，他们也会帮助你们，这样双方面都有机会互相帮助。哥林多后书8章13到14节。这段的经文主要描述保罗称赞马其顿众教会，他们在穷苦的状况下，仍然能够乐意捐助的精神。而保罗他鼓励哥林多教会也要乐意捐助，照他们之前的承诺来捐助，使得信徒之间得以互相帮补彼此的缺乏。经文提到马其顿众教会，他们如何乐意的捐献，而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可以做哥林多人的榜样。其实马其顿是一个很大的地区，马其顿的众教会最少也包括腓立比、帖撒罗尼迦等教会。马其顿这些的教会，他们在穷乏的当中，他们还是能够愿意来奉献。那人们常以为自己在平安的时候，在有富足或是有余的时候，才有责任奉献钱财来帮助别人。但是呢，我们看到马其顿这些教会，他们在缺乏当中，他们还能够奉献，留下了美好的榜样。这也给我们看见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就是在我有余富足，我才做一些的奉献。那保罗他为他们做见证，证明马其顿众教会他们是处于极大的考验的时候，他们却因着上帝而满有喜乐。虽然生活极度的贫乏，马其顿这些教会却丰厚的慷慨。他们的捐献不只是竭尽所能，并且超过了他们的力量，甚至呢，他们自动再三的恳求，让他们有机会能够服务，能够奉献。我们可以从第8章的4节看出，保罗一开始可能因为了解马其顿人他们的经济状况，根本不希望马其顿这些信徒捐献太多。但是我们看到马其顿这些信徒恳求说让他们能够参与更多。保罗提到马其顿教会这样好的榜样，就劝勉哥林多信徒也应该在这件事上来学像他们那样的热心。那另一方面，保罗并不勉强哥林多人效法马其顿这些信徒，因为甘心乐意的奉献绝不是跟别人比赛，看谁输谁赢。所以使徒要他们按照自己所有的，不是按自己所没有的奉献。保罗以耶稣基督为榜样，他也是放弃了天国的荣耀，为我们成为凡人，使得我们可以获得基督他丰盛与富有。
因此那基督徒也应该效法基督的慷慨。所以保罗他认为捐献应该是出于自己甘心乐意，并且量力而为，而不必因为面子的问题或虚荣的问题而不愿捐出过少的金额。保罗他引用了出埃及记的16章18节，那旧约以色列人他们在捡取玛纳的规则，引用在信徒钱财的捐献上。旧约以色列人如果他们外出每一天收了玛纳，就得把多收的分给人，否则他们当天吃不完，剩下的也会发臭。以色列人拾取玛纳可以比作信徒接受养生的需要。我们在养生的需要上该效法以色列人，有余的人有责任去补足那些不足的人。为什么上帝有时使这人不足，那人有余呢？就是要让那有余的人学习照顾那不足的人。以色列人收取玛纳，多收的没有余，因必须分给人，所以少收的也没有缺。这就是每一天仰望上帝、信靠上帝的生活。那自古以来，其实上帝就要照顾他的儿女学习就神要他的儿女学习在物质需要上信靠他，那学习用信心互相的照顾。信心的生活绝不是只是传道人要学习的功课，也是一切信徒该学习的功课。那我们来默想，为什么马其顿这些的信徒在极度的贫困中，他们还能够慷慨奉献呢？那我们是否也能够愿意向他们学习，像他们一样欢喜奉献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供应我们，使我们一无所缺。求你也赐给我们有一颗愿意分享，让我们所有的能够看见这些别人需要的时候，也能够甘心乐意的奉献，成为你赐福世人的一个管道。求你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服事的当中，能够成为富足，成为喜悦的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给我们5星好评。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次再见。